台南的社内社区呢，用半冬的时间编写一本台语罗马拼音绘本，佮结合 QR code，让大家方便学习。另外，时代也发表因创作歌曲《让你们渔夫蔡基然》也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这社内发展协会是认为讲，即马是振兴本土语言上界好的时间，因也打算讲要印1000本的绘本，捐予在地学校。大妈家。阿公，时代课罗马字念咪就念出来，真无简单。这本台语罗马拼音绘本是台南社内社区台语班的学员参老师用半冬累积的成果，因特别办发表会小解册内容，特别是内底有540个图样，到 QR code 通扫，让大家方便学习。另外有人写书谱曲分享作品，陆立文渔夫嘛到场参社区吟唱做交流。老师咱一面教阮话，一面教阮罗马拼音的迄个发音。希望讲老师的歌诗会当借着这个真正好听的旋律，去甲伊传播出去。将台语推送给全台湾来，这些少年人拢会晓写，会晓看。会晓读。家己发音要安怎才会准确？台语老师当洪静指出，爱靠罗马拼音来辅助。经过了解，18年前全台湾头一摆出现书写的文字号做新港文书。目前台南其他业族有咧使用。当洪静指出，台语参新港文拢用罗马拼音系统，以减记过，可以当传传在地文化。伊嘛带细汉囡仔行出社区，参众人分享所学的歌谣。老辈来带着这孙仔辈，安尼来做伙来交流吼，这是一款文化，嘛是一款亲情的迄个交流吼。咱若惯习这时吼，咱得即卖台语也好，还是未来咱要来推广这个希腊语也好，拢会感觉一个真方便的一个工具。社内发展协会讲，因按算印1000本绘本，要捐予在地各中小来做教材。未来嘛计划继续出版正改版的母语绘本。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